各位早晨，早晨何欣。張善河，時間嚟到8點半啦，先同大家睇下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8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1-2日天氣唔穩定，驟雨逐漸增多同埋有雷暴。星期3稍後氣温下降，星期4朝早氣温大約20度左右，驟雨減少。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重點。金正恩接見到訪北韓嘅俄羅斯防長別洛烏索夫，雙方計劃簽署未來5年嘅軍事合作計劃。長洲太平清醮搶包山選拔賽，上屆包山王郭家明、包山后公子山都躋身下個月嘅決賽。英格蘭足總杯4強，車路士贏列斯聯1-0，晉級決賽會鬥曼城。詳細內容，北韓領袖金正恩喺平壤接見到訪嘅俄羅斯防長別洛烏索夫，討論兩國軍事合作。金正恩尋日同俄方多個官員，包括防長別洛烏索夫、國家杜馬主席沃洛欽出席外國軍事行動英雄紀念館暨博物館嘅開幕儀式，悼念喺俄烏戰事入面陣亡嘅北韓士兵。金正恩話：兩國軍隊致力防止法西斯主義復興同霸權勢力嘅軍事野心。別洛烏索夫就話：俄朝關係處於前所未有嘅高水平，雙方決定將軍事合作提升到可持續嘅長期水平。北韓外務省又宣布，陸續喺多個國家，包括英國、印尼、巴西等重開使領館，並任命駐瑞典大使。而瑞典早喺1973年成為第一個同北韓建交嘅西方國家。喺本港，廣華醫院提醒市民懷疑有騙徒冒認醫院發出嘅虛假帳單。發言人話：喺社交媒體睇到相關貼文討論，強調醫院會按既定程序發出各項服務付款提示同埋郵寄紙本帳單。至於 HA 高嘅會員，更加可以透過流動應用程式收到繳費通知同埋查閱帳單。提醒市民切勿就來歷不明嘅可疑信件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同埋繳費。如果有疑問，可以致電院方查詢。長洲太平清醮重頭戲搶包山舉行選拔賽，上屆包山王郭家明、包山后公子山都躋身下個月嘅決賽。選拔賽分為初賽同複賽，晏晝2點幾起喺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上演，87個人力爭12個下個月嘅決賽資格。長洲居民10屆包山王郭家明喺初賽之中一馬當先，以10秒29完成，順利殺入複賽。郭家明再次拋離對手，連同翻地面嘅時間，以46秒03完成，以首名姿態出戰。名次我其實唔太注重嘅，其實我每年都係覺得參與到呢個比賽啦，就代表自己個能力啊，或者身體上啊，仍然都仲係健康啦。女子選手方面，後中後公子山以11秒48完成初賽。另一名大熱6度稱后嘅黃嘉欣12秒72緊隨其後，但徒弟曾柏林就無緣晉級，未能夠上演師徒對決。去到複賽，兩位包山后同場較量。公子山雖然搶先一步登頂，但係計埋翻地面嘅時間，合共係55秒25，比黃嘉欣以53秒54反超，不過都可以雙躋身決賽。有冇得償所願？有得償所願到係可以避開啲好勁嘅對手，但係點知 Angel 就係翻我隔離咯。咁今場呢個賽事應該都幾好睇啊，但係呢個通常呢個有個漁翁得利咧，就係我哋第3位女選手啦。因為我同 Angel 係黐埋，我哋會爭同一個範圍嘅包咯。係啊，每年嘅策略就係要平常心嘅，因為都試過有時緊張得滯咧會失手，係啦。係啊，因為佢本身體能好 fit 啊，所以我都唔可以怠慢，要加倍努力。出戰嘅參賽者將會喺下個月24號嘅深夜喺同一個地方角逐包山王、包山后同埋代平安獎。無線電視記者陳上軒報導。
各位早晨，先睇英格蘭足總杯4強，車路士小勝列斯聯1-0，晉級決賽會鬥曼城。藍衫車路士差啲先失手，俾列斯聯嘅艾朗臣走甩，門將羅拔山齊士應記一功。4強喺溫布萊球場上演，車路士早前解雇執教唔夠4個月嘅羅仙尼亞，由 U21 領隊麥法蘭擔任臨時教頭，而祖奧柏度差啲喺21分鐘開紀錄，擲位射中柱。過咗大約分半鐘入波出現，祖奧柏度傳翻右路嘅柏度尼圖，後者傳中有安素費蘭迪斯頂入。對上3場喺英超先後輸俾曼城、曼聯同白禮頓，仲要場場都冇波入，安素就為藍戰士破入球荒。上2圈足總杯都冇上陣，呢位阿根廷中場攻入佢今屆賽事第2球。喺英超雙循環碰頭，列斯聯數據佔優，1勝1和。史達治嘅重炮射得好靚㗎啦，但羅拔山齊士救得仲靚。車路士守住贏1-0，繼22年再闖決賽，爭奪隊史第9個足總杯冠軍。最後一關要對7屆王者曼城。轉睇英冠，高雲地利出戰今季最後一場主場賽事，贏域斯咸3-1，賽後捧起冠軍獎杯。我哋翻嚟啦！淺藍衫嘅冠軍高雲地利賽前先接受域斯咸列隊鼓掌祝賀，主帥林柏特都笑笑口，因為冠軍已經到手，剩低嘅比賽屬於例行公事，都想做到最好嘅。班頓亞辛迪先喺19分鐘接應美神奇勒近門衝前撞入。對手域斯咸近年由第5組別嘅業餘聯賽逐級跳，爭取連續4季升班挑戰英超。拉夫邦後上射入，25分鐘追成平手。連續射穿2個人嘅坑渠，半場踢成1-1。不過托普80分鐘嘅精彩罰球，就幫主隊再次領先。呢位丹麥中場入替咗只係9分鐘就建功。高雲地利係92年成立嘅英超創始成員，到01年降班，結束連續34年嘅頂級聯賽生涯。到17年仲跌到落第4組別聯賽，上季就喺升班附加賽出局。隨住美神奇勒補時4分鐘射入埋齋，個人1傳1射，奠定贏3-1。對手域斯咸結束2連勝，都排第6。高雲地利賽後就獲正式加冕，繼1967年再奪第2組別聯賽冠軍，同時喺前年11月出任領隊嘅林柏特執教生涯第1項錦標。佢哋最後一輪會作客屈福特。睇埋馬德里網球精英賽，一哥仙拿晉級16強。面向鏡頭，仙拿力爭佢喺馬德里第1項錦標，輕鬆過一關。鬥排名169嘅外圍賽球手莫拿，全場做出4次破發，第一盤有3次，領先過5-1。而仙拿10次大意失誤，小莫拿11次。莫拿咁樣送分，仙拿真係冇辦法拒絕。呢位挪威球手第一盤決勝分發球甩手，之後用手接當然唔算數，結果俾仙拿先贏6-2。一哥嘅宿敵艾卡拉斯喺巴塞羅那因傷退賽，落實缺席一段時間，包括下個月嘅法網。仙拿勢一寶座，短時間內都唔會受威脅。呢位意大利球手第2盤冇面臨過被破發危機，再贏6-3，盤數贏2-0晉級，將會同英國嘅洛利爭入8強。黃色裙嘅中國二姐鄭一文喺女單第3圈止步，對住世界第2嘅拉巴堅拿，先贏6-4下。之後2盤各2次保唔住發球局，連輸4-6同3-6，盤數倒輸1-2。拉巴堅拿晉級16強，會鬥奧地利嘅普達保娃。呢次體育新聞報導完啦。休息翻嚟會報道，國藥控股上季度嘅純利超過14億人民幣，按年少賺近3%。另外，過去2日新盤繼續熱銷，連帶二手市場成交亦都向好。轉頭仲會有交通消息。